東莞嘅社區夢產每年只有800幾蚊嘅額度，真實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呢？近期一則關於東莞嘅社區夢產每年只有800幾蚊嘅額度嘅消息喺網絡上引發熱議，好多市民對此表示困惑同埋擔憂。然而呢個真係東莞社區夢產嘅全貌嗎？答案係否定嘅。今日就讓我哋一齊嚟揭開東莞社區夢產保障嘅神秘嘅面紗，還原一個事實全面嘅醫療保障體系。根據醫保部門公開嘅信息，可以知道，所謂嘅800蚊嘅額度係指轉診到醫院睇夢診嘅額度。事實上，參保人轉診就醫2024年度嘅最高支付限額係每人每年937蚊。如果係金卡嘅話，限額會增加。醫院普通夢診限額嘅設置係由於醫保基金嘅承受能力係有限嘅，與我市嘅整體參保嘅繳費情況及基金使用嘅情況密切相關。而且呢個限額不等於定額，係以我市最高職工嘅平均工資嚟掛鈎嘅，每年會動態調整。我市嘅普通夢診待遇，除咗醫院轉診夢診之外，將包括社區夢診啦、夢診嘅特定病種啦，同埋單獨支付等保障。東莞嘅社區夢診就醫保障政策，絕非好似傳言咁簡單。如果轉診限額用完咗，參保人可以到社區嘅夢診就醫，享受醫保待遇。社區嘅夢診年度最高支付限額係幾多？譬如2024年度城鄉居民連續參保繳費不滿1年嘅，佢嘅額度係63833蚊。如果大於1年、少於2年嘅，係127000幾蚊。如果大於2年嘅話，更加多，係51萬幾。職工醫保嘅參保人，假如連續參保繳費不滿1年嘅，佢有93000幾。假如大於1年、少於2年嘅，係幾多？係18萬幾。大於2年以上嘅話，更加高，係75萬幾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可以講社區嘅夢診幾乎係冇限額嘅。